歡迎嚟到印度嘅卡爾尼馬塔廟，又有叫老鼠廟。呢個標誌性嘅文化遺產有超過600年歷史。但係呢間廟最特別嘅地方係供奉同崇拜住喺廟入面嘅老鼠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呢間廟有成千上萬隻老鼠，當地人視佢哋為神聖嘅。事實上，泡泡了解到呢啲老鼠被認為係信徒嘅親戚，甚至佢哋過去嘅轉世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當你進入廟嘅範圍，你就會見到一幕驚人嘅景象，一大隊巨型老鼠喺度數嚟數去，佔據咗每個角落窿窿。呢啲老鼠嘅數量咁龐大，真係會讓人震驚。佢哋喺成個廟入面自由自在地行嚟行去。但係唔使驚，廟裏面嘅人對呢啲老鼠非常細心咁照顧同保護。佢哋會俾同當地祭司食一樣嘅嘢。呢啲老鼠喺呢間廟入面好有地位。老鼠廟嘅意義在於佢相信老鼠同信徒嘅心靈之旅有密切嘅聯繫。好多人會嚟呢間廟向老鼠祈福，因為佢哋相信呢啲毛茸茸嘅生物有能力幫佢哋達成願望，帶來好運。信徒會俾嘢食、牛奶同糖果俾老鼠，老鼠喺廟入面四圍走，完全唔怕人嚟人往。泡泡研究後得知，老鼠被視為神聖嘅，甚至被當成係卡爾尼馬塔嘅化身嚟崇拜。卡爾尼馬塔就係呢間廟供奉嘅神。傳說中，統治呢個地區嘅人做咗一個夢，有人話佢所有死咗嘅仔都會轉世做老鼠。佢接受咗呢個預言，建立咗老鼠廟，保證呢啲老鼠得到好好嘅照顧。自此之後，呢間廟就變成咗虔誠嘅象徵，吸引咗好多遠近馳名嘅信徒嚟朝拜呢啲神聖嘅老鼠。泡泡知道，雖然崇拜老鼠呢個概念對某啲人嚟講可能好奇怪，但係呢個係印度文化同宗教習俗豐富多樣性嘅反映。喺印度教入面，動物通常都被視為神聖嘅，被視為神靈嘅化身。老鼠廟就係相信所有生物嘅連繫性，同埋每一個生物，無論佢幾細隻或者幾微不足道，喺浩瀚嘅宇宙設計入面都有自己嘅位置。總括嚟講，老鼠廟同佢成千上萬個毛茸茸嘅居民，係一個真正獨特而迷人嘅地方。無論你覺得呢個概念好吸引抑或好奇怪，都唔可以否認老鼠廟帶嚟嘅意義同文化豐富性。所以，下次如果你喺印度嘅話，唔好猶豫，去參觀下呢間非凡嘅廟宇，見證老鼠同人類喺一個真正唔尋常嘅環境入面和諧共存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